今年的台湾灯会伫台南举办，今仔早起台南市长黄伟綽参交通部长王国材做伙来发表叫做“拢来台湾”的主灯另外，中央银行嘛公布今年龙年的纪念币，一套是1900块，限量9万套。启动。金丝丝的铃，这是2024台湾灯会的主灯，龙来台湾，创作灵感来自台南大天后宫龙条的模样，而且结合代表影像的材料，成做22公尺悬的主灯。另外，还有古水通用手提的高压灯。2024年是台南建成400年，2024年的台湾灯会也伫台南。我们今年会在高铁还有安平有2个灯区主灯龙来台湾我们希望全世界的这个朋友都来台湾。白天有蓝展的加持，晚上又有盐水风炮的加持，所以说，尤其年轻朋友们看完灯会之后，晚上再去冲炮城，那这已经是非常刺激好玩的事情。第二天睡到晚，白天起来再去看兰花，所以一动一静，能文能武都可以来。台湾灯会办到今已经是第35届，今年伫新历2月24到3月初10。这摆伫台南的台湾灯会，计共有2个灯区，一个是高铁灯区，另外一个是安平灯区。市长黄伟綽有信心参观人数会创新高。好，媒体朋友这样都拍得到吗？当咧电视的是中央银行发行的甲新龙年西上纪念会币，以一个面额100块的金币，甲一个面额10块的铜合金币为一套，分别有零高雄内门送钢钉、甲玫瑰花的模样。销售数量是9万套，网络预购还有临柜销售各配售4.5万套，每套售价新台币1900元。今年的纪念套币为正月初8早时10点开始通上网络注文，每人上侪通买10套。正月22开始通到台湾银行各分行现场买，每人上侪通买2套。记者郭文婷、随曾准由台北报道。